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观众朋友，咱公视台语台新闻，会用讲人事无人日的，逐工都咧报关心这个长辈、这个时代种种新闻的内容。咱的进步的社会开始正人咧关心高龄者，言辞方面讲究台湾话称呼无共，咱就讲互对同。国情来讲几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头一句咱讲称呼这个时代叫做长辈，尤其民间咱有一句话。咱若选举的时阵宣传车定定咧听，讲敬爱的乡亲时代啦、长辈啦，这拢是咧称呼社会上较济岁的人。啊，毋过这两字时代后壁若个他字咧，解说又阁无共哦。乡亲时代普遍咧称呼这较济岁、这年岁较有的这爸啊姆啊。啊，毋过另外一句话讲做时代人，这伫台湾话内底，时代人这句。敢若一种的称呼，这叫国情所在啦吼，对甲毋对，咱互相来探讨啦。毋过民间我咧听，咱若讲时代人，单独就是咧讲咱家己的老爸老母，才有讲做时代人。甲乡亲时代解说就阁无共。啊，时代人咧讲老爸老母，啊，若阁甲改一字咧，吼，咱阁来甲改一下。头前即字甲念掉，咱时代人莫讲老大人，即句老大人，就甲时代又阁相共哦。老大人普遍的，就是咧讲这较有岁、较济岁，这阿伯阿姆拢讲老大人。毋过吼，你若老大人这个人莫看，干那看头前这两字。台湾话有个两种的讲法，一种就是郭金发老师报道的低音歌王，较早咧唱迄条老达雄作词的《佚佗人的目屎》，歌袂唱，口碑成功。老大的是啦，老大，这伫台历大书典内底原来有记载，就是咧称呼讲。兄弟朋友中间较有身份的人，老大这两字，第一种发音老大，啊第二共这两字哦，老大人这字人你莫看头前这两字，啊搁另外一种发音，叫做老大。啥做老大？这是咱庄头内底的老大，就是讲基佬啦，就是讲较有身份的，讲话吼一言一中，千言无用。伊讲出来的话，咱会较相信，这是老大，就是讲庄内上互人信服的人就对啊。啊，讲老大即句话，啊，搁另外一种讲法，讲叫做济岁人。济岁人即句，都毋是咧讲年岁较有的人哦。我国情啊，啊，你讲干咧花啥啥，袂啦，拢袂花啦。社会上逐个咧讲，这吼是咱即中间的济岁人，就是讲是咱中间的领导，是咱中间的头人，毋是讲伊年岁真正较济哦。有诶吼无几岁，因为身份有甲遐，有受人敬重，有受人尊崇，伊嘛讲。这是咱即庄头，是咱即阵人内底的济岁人。这台湾话真趣味、真艺术的所在，国情讲出来，甲大家互相探讨、甲参考。